好多港澳嘅朋友嚟珠海買樓都唔知道點樣揀。今日咧就推薦十字門一個核心區輕軌上蓋嘅物業。睇下呢邊咧係面向睇向澳門嘅，左手澳門，右手橫琴，非常之開闊嘅呢度，而且喺輕軌上蓋上邊。你睇下呢個樓盤有邊啲戶型？十字門218平一線海景豪宅大平層，呢個單位最大嘅殺手鐧，270度嘅闊景轉角陽台，可以同時眺望橫琴金融島同埋澳門城市景觀。日頭睇城市天際線，夜晚欣賞燈火夜景，畫面相當震撼。入到屋裏呢，格局闊綽大氣，做到4房3衛雙套間設計。長輩有獨立套房，私密性足夠，一家幾代一齊同住，空間都綽綽有餘。高標準精裝交付，用料絕對唔馬虎。入戶天山竹鋁裝夾門，防盜防潮隔音，衛浴配備德國維保潔具，全部都係一線大牌，品質實打實。位置喺十字門核心地段，樓下商業街已經成熟，日常購物住餐好方便。近十字門隧道城軌站，往返橫琴澳門交通十分便利，琴澳兩邊通勤好輕鬆。市面上可以同時飽覽琴澳雙城景觀嘅大平層，貨源非常之稀缺。追求一線景觀，重視精裝品質同居住舒適度嘅改善朋友，呢套單位千祈唔好錯過啦！感興趣嘅朋友嗱聲預約我，帶你實地感受下。想喺珠海琴澳片區揾一套門檻唔高、質感超豪宅嘅大平層，一定要睇呢個169平方。呢個戶型咧真係名副其實嘅，最低入手嘅豪宅級別嘅戶型。首先咧，入戶大門標配嘅天山竹鋁裝夾門，摸上去咧係沉甸甸嘅，非常之厚實。真真正正嘅裝甲結構，隔音、防盜、防跳，全部拉滿，最適合珠海海邊潮濕、陽光大嘅環境，長年日曬雨淋都唔會生鏽，唔會變形，用料咧係非常良心嘅。再睇下全屋嘅精裝細節，佢間全部用到德國維保8年嘅品牌潔具，星級酒店頂級豪宅先會用到嘅配置，有面順滑，又抗菌，家用又好打理。戶型係南北通透嘅，開間夠晒闊落，全屋採光通透，視野開闊。屋企入邊非常之乾爽大氣，住起身嚟咧舒適度直接拉滿嘅。成個琴澳核心板塊，想用最親民嘅總價99平3房2衛，呢個戶型最大嘅亮點，市區間全部朝南，客廳面同3間房咧都係正南向日，頭全屋陽光充足，乾爽通透，通風相當一流，格局方正實用，做到咗3房2衛，一家幾口人住咧都唔使爭洗手間噶。動靜分區規劃得好合理，休息區同客廳咧係分開嘅，隱私度咧非常之高。央企精裝交付，樓下係商業配套齊全，往返橫琴澳門通勤好方便。想喺十字門揾一套採光夠好、一步到位嘅3房，嗱聲 call 我帶你實地睇樓啦！80平3房1衛，依家我哋睇到嘅就係交樓標準啦，所見即所得，細面積做到得3間房，實用性強，低預算都可以喺十字門上車。陽台睇到華發相當二期，仲有澳門嘅景觀，適合小家庭自住或者投資收租。缺點呢就係得一個洗手間，多人住嘅話呢會唔夠用。周邊配套完善，近十字門城軌，往返琴澳非常之方便。想低總價入手3房，歡迎預約實地睇樓。呢個戶型定位好清晰。
65平2房1衛，適合長者養老自住，亦都適合打算買嚟收租嘅朋友。戶型實用，唔浪費空間，帶精裝修，買啲軟裝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樓下呢，就係十字門華發商都嘅2期，買餸啊、出行啊都係非常之便利嘅，2個人住呢，就啱啱好啦。實話實說下，呢個呢短板嘅話呢，就係得1個洗手間，唔適合大家庭。近馬路邊，要留意個噪音問題。周邊嘅配套呢，仲係相當便利嘅，樓下商業街，對面華發商都，日常買餸飲茶一步到位。近十字門輕軌站，往返橫琴、澳門好方便。片區呢，租客係非常之多嘅，出租客源呢係比較穩定嘅。唔想預算太高，想揾養老房或者穩健收租物業嘅朋友呢，記得約我實地睇樓啦。中意呢個樓盤嘅港澳朋友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先資料俾你。